香港藝人近年中意用可以不愛，但唔好傷害，回應網路批評或者惡意攻擊。依句嘢有少少文青味，略帶矯情。最初見係大陸叫人唔好傷害啲貓貓狗狗，台灣都流行，但香港就好特別，唔係用係啲貓貓狗狗，係用係偶像身上多。依個現象相當有趣。今日我哋深入分析一下有趣之處。角色錯置與自我物化，呢句話原本嘅對象係寵物，佢哋無法為自己辯護，亦都冇能力改變自身命運，因此需要人類嘅同情與保護。然而，當藝人使用呢句說話嚟回應批評嘅時候，無形中將自己置於類似寵物嘅角色，仿佛喺度尋求一種基於弱勢身份嘅同情心。佢哋似乎喺度傳達：我作為一個藝人，雖然你可以唔中意我，但請唔好傷害我。呢一種表態，某程度上削弱咗藝人嘅自我主體性，將自己降格為一個需要被保護、被憐憫嘅存在。呢種自我定位充滿矛盾。藝人作為公眾人物，理應具備一定嘅心理素質嚟面對唔同聲音，而非採取弱者姿態，懇求外界理解，將自己比作寵物，模糊咗人同動物之間嘅界線。某程度上，呢個亦都的確係一個現象。香港藝人嘅降格，號令八方到但求安穩。過往香港娛樂圈曾經係明星輝煌嘅舞台，巨星憑藉才華贏得喜愛，成為大眾偶像。然而，現今嘅香港藝人似乎越嚟越多地陷入平庸，無法喺專業能力同人格魅力上俾人留低深刻印象。當佢哋以可以不愛，但係唔好傷害嘅方式應對批評嘅時候，其實已經暗地裏承認咗佢哋嘅不被喜愛係預期中事，係可以理解嘅。呢個無形中進一步拉低咗自身嘅文化形象，從偶像變成咗需要被保護嘅普通人。呢一種形象嘅轉變背後係香港娛樂圈競爭力嘅下降，亦都係藝人對自身定位嘅迷失。佢哋似乎唔再視自己為文化嘅引領者，而係將自己置於一種被動嘅，甚至係受害者嘅位置，既無力對抗批評，亦都無法透過作品贏得尊重。乜嘢係愛？乜嘢係傷害？其實好多人唔明，網上世界同現實世界係兩個世界，藝人同網民又係兩個世界。網絡 hater 再惡毒，其實係好難傷害到高高在上、自成一國嘅藝人。基本上，佢哋係當成珍稀動物一樣，受到重重保護。而最重要嘅保護、最有效嘅就係佢哋嘅面皮。喺理想社會中，確實可以提倡多一啲寬容，少一啲怨懟。然而，現實中人際互動嘅複雜性遠非一句口號能夠解決。網絡上面嘅批評者往往並非真嘅試圖傷害藝人，而係表達不滿或者批評。呢啲負面意見可能係針對藝人嘅作品、言行，甚至係個人形象。但係喺自由言論嘅框架內，呢啲意見並非完全唔合理。其次，要求批評者唔好傷害，本身帶有情感綁架嘅意味。傷害係主觀嘅，有時即使係建設性批評，亦都可能被當作攻擊或者中傷。當藝人將不愛同傷害畫上等號，實際上混淆咗兩者嘅界線，進一步將自己塑造成無辜受害者。呢種做法唔單止無助於化解矛盾，反而可能激化反感，因為佢試圖用道德高地壓制對方嘅表達自由。曾經嘅激揚同埋個性淪為行過寵物，儘管偶像同寵物喺粉絲關係中存在好多相似性，但兩者仍有本質區別。寵物係被動角色，無法回應人類期待，而偶像作為人類，擁有主體性與創造力。然而，當偶像選擇用可以不愛但唔好傷害作為自我保護嘅策略，佢哋實際上主動放棄咗呢一種主體性，選擇將自己置於同寵物類似嘅被動角色中，尋求同情與保護。呢種選擇令人反思，偶像同粉絲之間嘅關係是否真係健康？當偶像被過度物化同符號化嘅時候，佢哋是否仲能夠保持自身嘅創造力同獨立性？而粉絲對偶像嘅期待係咪已經超越合理範疇，變成咗一種情感同權力嘅控制？可以不愛，但係唔好傷害。
呢句話喺寵物保護語境中溫暖而有力，但移植到藝人同公眾互動中，卻暴露出諸多矛盾與限制。佢既無法真正說服批評者，亦都讓藝人陷入自我物化嘅困境。喺呢一個言論自由與情感碰撞嘅時代，藝人需要更大嘅心理彈性與智慧。佢哋應該學會面對批評，接受多元聲音，並以作品與行動贏得尊重，而非僅僅依靠同情與保護嚟維繫自身形象。畢竟，作為公眾人物，佢哋嘅價值唔在於好似寵物一樣被喜愛，而在於以其才華與努力成為文化嘅一部分，啟發與感動他人。香港藝人其實已經忘記咗，曾經佢哋係一個社會中最敢言、最善於表達、最有個性、最勇於反叛同埋創新嘅一群人。但係如今，佢哋已經淪落到只求不被傷害，合理咁屈服於可以不愛嘅寵物處境，實在使人浩嘆。